四代宅最吸引人嘅地方係高得房率，但最容易令到香港買家買錯嘅地方，亦正係高得房率。好多香港朋友睇四代住宅，一聽到得房率130%，甚至去到145%，再睇到大露台、空中花園、立體園林，第一反應就係好震撼。但入住咗之後，可能會發現露台唔可以封，使用頻率唔高，物業維護嘅成本更高。未來轉手嗰時，買家未必願意接你今日多出嚟嘅溢價。今日呢條片我會直接同大家拆解清楚，香港人返中山買四代宅之前必須要諗清楚嘅4個問題，尤其係最後一個直接關係到你今日多付出嚟嘅幾十萬，未來到底收唔收得返？第一個問題就係得房率咧，並唔係越高越好。要睇實際嘅可用面積，睇樓嗰時咧，銷售可能會同你講買139個平方，實際用起身可能去到180幾平，聽落當然好吸引，但你要記住一句話：得房率高就唔等於實際室內使用嘅面積大，高出嚟嗰部分可能係露台，可能係空中花園呢類嘅面積，睇樓嗰時最容易令到人心動，但住落去之後未必係你每日真正用得上嘅空間，你一定要問清楚，可唔可以封閉，可唔可以改造成室內嘅空間？一個大露台如果唔可以封閉，夏天暴曬、落雨積水，冬天風大，平時又要清潔打理，咁佢未必係一個高頻使用空間。你睇示範單位嘅時候，露台可能擺咗茶几、綠植、和椅，感覺好舒服，好有生活感。但你真正住落去之後，會唔會日日都喺露台飲茶？會唔會長期坐喺外面？呢啲先係真正要諗清楚嘅問題。所以買四代宅，第一件事唔係話問得房率幾多，而係問高出嚟嘅嗰部分到底係咪我日常真正用得上嘅面積？第二個就係私密性嘅問題啦。四代宅為咗做出更加豐富嘅立體效果，露台空間同埋空中花園好多時候都唔係傳統住宅嘅一層一層垂直疊上去，而係通過錯層、退台、挑空、露台錯位等嘅方式做出嚟更加有層次感嘅空間。一旦出現錯層嘅設計，上下樓層之間、斜對角單位之間視線對視就在所難免啦。對於比較關注個人隱私嘅香港老友記嚟講，就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設啦。第三個問題就係持有成本更加高，後期物業維護跟唔跟得上？四代宅嘅高級感係需要長期維護成本去支撐嘅，大露台要清潔，空中花園要打理，立體綠化要養護，外立面要維護，公共空間要管理。你睇樓嗰時咧就覺得好高級，係因為示範單位處於最好嘅狀態，但交咗樓3年5年之後，真正決定小區質感嘅唔係當初設計有幾靚，而係物業有冇能力持續維護。如果物業跟唔上，最初你買入睇到嘅高級感，幾年之後就會明顯打折。呢一點香港退休買家一定要特別重視，因為你買樓唔係話1、2年，而係買未來10年、8年嘅日常生活。四代宅之所以睇落高級，往往係因為佢有更加多嘅公共空間、更複雜嘅園林、更強嘅一個立體設計、更加重嘅一個景觀投入。但所有呢啲高級感都係需要錢同埋管理去維持。尤其對退休買家嚟講，買樓最緊要嘅唔係第一眼靚，而係住落去之後省心。如果一個產品本身維護成本高，但物業費、管理能力、住戶常住率支撐唔起嘅話，咁佢長期居住嘅體驗感就會大打折扣啦。第四個問題就係對比次新 3.0 嘅住宅多出嚟嗰30%到40%嘅溢價，到底買到啲咩？呢個係成條片最關鍵嘅問題，因為買樓唔係只係問產品靚唔靚，而係要問呢個價格值唔值。次新 3.0 住宅未必有四代宅咁強嘅一個話題感，亦未必有咁高嘅一個得房率。
但佢有幾個優勢，香港買家亦都唔可以忽略。第一就係小區已經交付咗真實狀態，睇得見流動嘅位置、樹林嘅一個維護、車位使用、物業水平、入住率、噪音採光，全部都可以現場睇得到。第二，生活氛圍已經形成咗，周邊配套成唔成熟，樓下有冇餐飲、超市、藥房，打車方唔方便，晚上人流點樣，呢啲都唔需要靠想象。第三，價格參考更加清楚，次新二手或者已經交付嘅市區，市場有成交、有租金、有掛牌，你更加容易判斷佢嘅真實價值。而四代宅好多時候賣嘅係新概念、新產品、新期待，呢個期待值唔值，就要睇返你願唔願意為佢多俾出嚟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嘅溢價。建議你買四代宅之前最好就將佢同同等板塊嘅次新產品比較，計清楚多俾出嚟嘅錢，最後到底係變成居住價值定係變成咗概念嘅溢價。四代宅核心唔係值唔值得買，而係你多付出嚟嘅溢價有冇換到你真正需要嘅價值。最後幫大家總結返，香港人返中山買四代住宅，千祈唔好就係聽高得房率。第一，得房率就唔係越高越好，要睇高出嚟嗰部分係咪真正有使用價值。第二，大露台同埋空中花園好吸引，但要睇私隱、遮擋、管理同埋後期嘅打理。第三，四代宅持有嘅成本通常都會更加高，真正考驗嘅係交咗樓之後嘅物業維護。第四，如果比次新 3.0 住宅貴30%到40%，一定要問翻清楚呢個溢價到底買到啲咩？如果你準備翻中山買樓，唔知道自己應該買四代宅，或者唔知道四代宅同埋次新 3.0 住宅點樣比較，可以 WhatsApp 私信我會根據翻你嘅預算、用途同你打算睇嘅樓盤，幫你逐一分析。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可以喺評論區留低有用2個字，我會根據翻大家嘅反饋，分享更加多行內人先知道嘅買樓判斷。我係 Josie， 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我哋下期再見。